讲到国内疫情夹起来，各县市也拢甲防疫措施加强。新竹市正式甲户外公共场所进行消毒，包含着125个公园、14个市场甲车头。另外也宣布讲，对今开始禁止民众去病院探病，希望民众就要做伙来配合。清洁人员当在公园内底全药消毒，尤其是椅仔甲运动设备，民众上侪用手接触的所在，即个更加斟酌。针对卫福部桃园病院宣布扩大回溯病院相关接触者，在新竹市的部分，目前居家隔离人数有12个人。因为部桃的关系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新竹市所匡列居家隔离的这个人数是12位，启动防疫升级那全市呢125个公园，还有人口稠密的地方我们都启动了这样一个消毒的工作，包括火车站，或是像百货公司、大卖场以及公园，甚至那。在开学前，我们会对所有的国中、国小来做全面的一个消毒。来到新竹上大的购物中心出入口，统一量体温，大会交通车载完人客了后，嘛要求司机一定要用酒精消毒车内环境，而且民众嘛一定要挂嘴罨。进去的时候就一定会量测体温。那当然，手部消毒的部分也非常重要。那所有我们的那个员工都是一定要严格要求要戴口罩。新竹县的部分也宣布，目前县内居家隔离人数有7个人，呼吁民众面对疫情，挂嘴罨、勤洗手，而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所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